窗里金黄饱满的稻壳堆成小山，摆设出自农家子弟的生活经验，加上陈列的一杯一物，更蕴含着细腻的心意。我们就去苗栗乡下，就用那种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开车载他们去一天去看那个乡下我们那些老人家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后来他们回来就觉得说，客家好像不管什么样天气哈，都是在认真工作，然后就是那种屹立不倒的精神。我看到的老一代客家人真的有这样，就是剩下一小块地，他也可以站着，尽量不倒。但是原本是科技业的一级主管刘邦初，放弃高薪转战文化商品，只为圆心中创意美学的梦。重点不是你是什么风格，你是北欧风还是什么，重点是就是说，我们希望我们是个台湾的团队，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做国外的风格，应该勇敢的去做我们自己的东西。不烫手的茶杯，能放筷子的碗，体贴的设计中不断寻找商品与顾客接触的灵魂点，就像一句亲切问候，瞬间拉近距离。按旧后某，按旧后某，对。刘邦初体内的客家精神在生活中实践，期待着有一天台湾美学能在每个角落体现。按旧后某，按旧后某。